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胡聊胡适、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進老師啊。今天一個周末一過這個大牛市忽然又回來了牛市已至速歸，好像這個胡適一夜之間又好了。2月9日截至收盤市場是高開高走，滬指漲超 1%， 深成指漲超 2%， 更厲害的是創業板創業板漲了 3.幾%， 滬深兩市成交額 2.27萬億，較上一個交易日放量1000億，而且是普漲格局，4600只個股上漲沒有幾家下跌。這個對金融消費者來說似乎打了一劑強心針讓這個沉悶的春節前的這種情緒好像加入了一絲亮光。金融消費者似乎也看到了希望這個年味又足了一點。至於為什麼漲不太清楚周末有什麼利好消息好像也看不到，也看不到什麼板塊領漲，反正都在漲。從成交量看它也沒有放量，沒有3萬多億、4萬億，只有2萬億出頭，所以說它的量還不是很大。這麼一看的話，似乎它後面還有衝勁昨天這個中信建投發了個研報，他說春節後春季行情有望延續，建議持股過節。他說近期 A 股春季行情呈現階段性調整，核心是內因主導，外因催化。內因為主動降溫，寬基 ETF 遭遇拋售潮；外因包括特朗普政治行為、美聯儲主席的換屆、伊朗地緣衝突、人工智能新工具引發全球科網股下跌等多重擾動。當前外部擾動未對中國產業基本面形成實質性衝擊，且集中降溫操作已結束，市場情緒充分釋放，調整較為到位。春節後春季行情有望延續，建議持股過節。後續行情行業配置來看，景氣端重點關注 AI 算力、化工、電力設備與儲能，主題可依托地方兩會政策信號，前瞻布局全國兩會潛在催化板塊。中信建投的意思就是持股過節。那散戶不賣點股票過年嗎？現在散戶都是錢全部壓在股市裡面。我今天看到一個視頻說的就是這個上海那個建工爺叔他說他春節打算花500塊錢過年，他們家至少有5個人花500塊錢過年，這個多少這個因人而異，你也不好說他是多還是少。但是你跟他投入胡適的這個投資相比，那是不是太寒磣了？他在胡適裡面買了這個上海建工，得有100萬吧，差也差不了多少，一套就是10幾年。他現在已經80幾歲了，過年花500塊，然後專家說要持股過節，也是捨不得割肉攒下來的錢都補倉了。從這也能看出你說指着胡適拉動消費，那胡適不管是漲還是跌，他都是吸金就把這個韭菜的錢給吸進去。按理來說的吧，現在4100多點，馬上4200點，散戶應該拋一點股票套現，去改善一下生活，該吃吃該喝喝的吧，買點新裝備。結果專家說要持股過節，還要漲，不能跑了就虧了。這個上周五美股不是有所反彈嗎？這個高盛居然跑出來唱空了高盛交易員警示，震盪市中股票拋售潮尚未結束。高盛表示他說美股上周五反彈後，本周將遭 CTA 基金進一步拋售。無論市場走向， CTA 均為淨賣出方。若美股下跌，本周或引發330億美元拋售，跌破6707點，1月內或觸發800億額外拋售。橫盤上漲時分要賣154億、87億。上周市場恐慌指數 9.22， 接近極度恐慌。標準500周漲幅 2%，5月來最大單日漲幅。周初因 AI 工具引發軟件等板塊下跌後反彈。此外，流動性低迷疊加空頭令，市場震盪，做市商行為放大波動，風險評價波動率控制策略倉位處於高位，若波動率維持高位，衝擊顯著。2月季節性疲軟，散戶逢低買入意願下降，上周2日淨拋售 6.9億。也就是高盛現在認為美股現在在震盪，要走軟疲軟，美股的拋售潮尚未結束。但是特朗普說了在他的任期內是吧，這個指數要漲到多少萬點？10萬點還是多少萬點？毫無掩飾赤裸裸的。
我们看看這個滬市的好消息啊，這個是央視報道啊，恐怕這個也是與今天滬市暴漲啊有一定的關係啊。說 A 股上市公司密集披露大額訂單，開年上市公司密集披露訂單，釋放積極信號。一開年 A 股上市公司密集披露訂單，不少企業在公告中顯示新簽訂重大合同以及訂單通知，訂單飽和充足。根據萬德數據，開年以來已經有100餘家上市公司陸續披露重大中標或合同簽訂信息，訂單覆蓋領域十分廣泛，從國內大基建項目到國際市場合作，規模可觀，結構多元，不僅為企業全年經營創造良好開端，也傳遞出中國經濟穩步復甦、內生動力持續增強的積極信號。訂單增長已成為部分科創板公司業績增長的核心驅動力。目前，科創板上市公司數量為602家，市值突破11萬億，其中近400家公司入選國家級專星特金小巨人企業名錄。這個是央視財經報道啊，也就是報喜啊。亩產萬金啊，高產。但是啊，這個說的是訂單啊，不是說這些上市公司的業績暴漲，只是說訂單暴漲。這讓我想起了，對吧？這個著名的滬市啊，有一家上市公司叫什麼？海南華鐵，對吧？去年他說與杭州某知名公司簽署了一個將近40億的算力大單，結果過2月啊，出一個通告說這個訂單啊告吹了。你說還有這麼玩的嗎？所以說這個央視說啊，這麼多上市公司都這個報喜呀，對吧？簽了大訂單，你能保證它不是下一個什麼海南華鐵嗎？這裡面有多少家上海南華鐵呢？這個不是孤立啊，不是孤立。滬市裡面啊，這種操作的上市公司非常多，不負責任。你比如說吧，應該是12月份吧，我印象中有啊，一個叫榮百科技的，突然也是公布了一個大單，說自己要跟這個寧德時代簽了一個重大合同。這合同說一算啊，是1000億的大單子，那比那個海南華鐵後面多2個零啊，人家叫陳實，他叫陳百，這叫果然啊，叫榮百科技嘛，榮百，你這容得下後面加2零，結果把上交所啊給嚇着了啊，給交易所嚇着了，交易所立馬發函問說你搞明白了嗎？啊，你這玩意一簽就1000億啊，然後一看這個交易所認真了啊，這個上市公司榮百科技馬上發公告說這個啊是董秘自己算的，沒有經過董事會，也沒有經過董事長，董事長不知道。你說還有這樣的公司啊，輕輕鬆鬆就公告1000億的訂單。這個是每日經濟新聞報道啊，榮百科技及高管擬被罰950萬，知名新能源公司榮百科技1000億大單被指注水，證監會出手，公司及董事長董秘擬被罰950萬元，股價去年漲超70%。你說這樣的上市公司充斥着滬市啊！我記得上一次做節目我也說過了，這個我專門講了啊，這個董秘啊，他一個人背不了這鍋，對吧？董事長也得倒霉，因為這個上市公司的這個信息披露啊，董事長是第一責任人，就你這公司只要披露有問題，董事長跑不了，你不要找借口，對吧？你是董秘擅自啊公布。董秘自己在那瞎算，那是你公司內控失效。我說這個什麼意思呢？你看啊，這個榮百科技、海南華鐵這個例子啊，歷歷在目。所以央視說什麼啊 ？A 股上市公司密集披露大額訂單，看樣子這個金融消費者啊，上起當來沒夠啊，一天上一單啊，單不一樣。反正到年底啊，這些大訂單不了了之，該虧還是繼續虧啊。新浪證券報道啊，說機構看漲昆侖萬維至900億市值。當國內互聯網巨頭認為為搶占流量入口，在春節紅包大戰中激烈廝殺時，一家中國 AI 企業卻選擇在海外市場悄然布局，並迎來突破性進展。昆侖萬維曾高喊 All in AI。這不是360嗎？360不是也是對吧？梭哈嗎？昆侖萬維業務分為短劇、AI 應用、遊戲、投資收益5部分。也就是說啊，這個叫浙商證券呢，對這個昆侖萬維給出了就市值900億的這麼一個估值，對應目標價74.3元，給予買入評級。還有一個360，我看了一下，今天好像暴漲吧，漲停了。这就是我說的這個美的啊，人工智能就不知道怎麼賺錢。這個黃仁勳呢，天天吹牛，也就是人工智能，它主要是叫什麼基建啊，現在都是這個基礎設施投入，買大量的 GPU 算力還有電力，但是就苦於啊不知道怎麼賺錢。結果呢，咱們滬市啊，大量的 AI 公司已經開始賺錢了啊，連360不知道搞
搞個什麼軟件，就號稱自己是 AI 公司，要賺錢。所以你一看你就跟那個美股一比啊，這胡適就是活脫脫的一個騙子，一個詐騙犯組成的一個市場。昆侖萬維也是 AI， 人家已經實現盈利賺錢。就或許啊，昆侖萬維確實賺錢，比如說他拍那個短劇啊，收割了不少。但是你這跟人工智能有毛關係啊，對吧？你不能你說你賺錢了，你就是人工智能。還有那個對吧？360，你賺錢了，你是靠什麼賺的錢呢？何況他還沒賺錢啊。我們再看看這第一財經報道啊，這個監管的態度啊，一夜之間4家 A 股公司被立案或處罰，監管持續發威，年初至今多家公司被查。說一夜之間2家 A 股公司被立案調查，另有2家遭處罰。針對上市公司的監管繼續從嚴。2月6日晚間天盛新材、亞輝龍披露了被立案消息，均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同日 ST 福能被罰款650萬元，榮百科技就是咱們剛才說的啊，那個披露大單的叫誤導性陳述，被罰款950萬元。還是那個老毛病啊，就是每天都有上市公司被罰，这個力度不能说不大，对吧？但是你罰了沒用啊，為什麼罰不絕呢？越罰越多呢？你要在這上面找原因。你這個罰款懲罰，就是叫縱容，叫罰酒3杯。你說那個榮百科技，你給他罰950萬有什麼用呢？他那個股價漲了80%，在裡面炒股的大股東，你說賺了多少錢？來個減持，對吧？這邊才罰950萬，那不是獎勵他嗎？對吧？它是這麼一個市場。我們再看看這個胡適的一些內幕消息啊，也不叫內幕消息啊，也叫小道消息啊。首先一個啊，雪球大 V 虧損700萬，割肉白酒，抄底有色，分分鐘教做人。說2月7日消息啊，近期一位雪球網友持續刷屏社區網絡，隨着頻頻悟道和典型的割肉經歷，讓其一躍升為雪球大 V，死扛白酒1年，最終虧損700萬割肉，反手抄底有色，發現天塌了。最近這個有色波動非常大啊，上蹿下跳，上刀山下火海啊。辭職的媳婦重新上班補貼家用，多次悟道給人警醒，但仍舊管不住自己的手。用他自己的話評價自己：分析頂格，操作稀碎。這散戶都這樣啊，說起來都是頭頭是道，對吧？各種 K 線，各種故事，各種高科技都懂，但是一操作啊，立馬就是賠錢。不知從幾何開始，球友此生遠離白，這是他的 ID 號啊，網名，突然開啟了其波瀾壯闊的炒股生涯。如果從其發帖開始，我們姑且算他從2020年起，也就是白酒股最為高光時刻開始炒股。剛開始他持有清一色的大盤股啊，在當時縱眼望去，哪一隻不是毛？保險毛、銀行毛、空調毛、醬油毛、醫美毛、汽車毛、半導體設備毛，均在其持倉中翻騰過。也就是他跟胡一靜老師一樣啊，專跑炒這種大盤股穩當呢。說本想着短期逍遙就可以平鋪幾十隻股票啊，格力、平安、茅台、五糧液、老窖、汾酒、赛力斯、中海油啊、天齐、鋰業等等，但各有各的虧損與盈利。據其發帖啊，隨着924行情到來，他已經在白酒上實現了3次解套，也就是看好白酒，他們買了好多茅台嘛、五糧液、滷州老窖、汾酒，結果啊，2024年那個大牛市到現在啊，也就到前幾天吧，这個白酒不變成個老登股嗎？不僅不漲反而跌，所以這哥們兒他就等不及啊，他的持倉對吧？他在這個老登股裡面躲牛市啊，對吧？他這個市值天天在縮水，天天在賠錢，但是指數是呼呼漲啊。銀行股稍微漲一點，他就把銀行股給賣了，然後就抄底補倉這個白酒股。這個那個散戶都這麼操作啊，跟那個建功爺叔差不多。他本來你看持有的好多的吧，銀行股還有那個新能源汽車的吧，這都在反彈中他都賣掉了，然後全部變成白酒股。2024年12月他還剩下保險和白酒2種股票啊。2025年3月只剩下白酒，白酒是五糧液和滷州老窖，就2種。到了8月則徹底變成了五糧液，就是所有的倉位就重倉一隻股票五糧液。對五糧液從炮友慢慢演變為唯一真愛。25年8月瘋狂融資2000萬，共計4800萬的倉位，3200萬的在五糧液，1000萬在滷州老窖。抄底之後
後，五粮液成本132元左右，泸州老窖成本135元左右。后来老窖也卖了，五粮液仓位一度達到3600多萬。結局大家都看到了，反正這個一直沒等來啊，股價反轉，反而等來的這個第三季度白酒股啊，利潤大幅下滑，很多白酒股不是虧本嗎？已經開始虧損，業績暴雷，等來了白酒批發價持續下調，動銷不暢，等來了科技股暴漲，老敦白酒狗都不理。隨着虧損越來越大，他對價值投資有了自己深刻的理解，股價能上漲，終極原因都是能吸引場內資金，成長能吸引，事件能吸引，題材也能吸引，能忽悠场內資金接力的投資就是價值投資。他表示啊，本來買白酒底線就是底部求穩，都沒指望賺多少錢，但是低估了周期，低估了市场，這個市場真是極端又殘酷。你說他買白酒有什麼錯呢？此時他依舊相信五粮液股價合理區間是115至135元，但是在2025年11月底，五粮液跌穿了他的心理價位，所以啊，他就破防了啊，心態崩了。說2025年12月份，人生第一次失眠，也是啊，将近5000萬在股市啊。到了26年1月，隨着科技加資源股持續暴漲，對吧？過完年之後啊，就是2026年一開年，這個黃金白銀不是加速上漲嗎？所以有色啊也在飆漲，他的心態完全改變，開始瘋狂看多資源加科技。他表示啊，牢記背後是資源競爭和科技競爭的主線，並表示等待這次大盤回調到3800到3900左右時，割肉這個白酒股，然後一舉啊殺進科技股和這個資源股，等他們一反彈，一舉回本，然後退市就不玩了。這個散戶都是這種心態啊，就是我一解套我就不玩了，惹不起你。但是大部分一解套之后還接着玩，走不了啊。真正說不玩了，那太少了，对吧？那個上海建工爺叔也是啊，現在他的理想就是解套，一解套他就不玩了，只留1-2萬股做想念。但是我敢肯定啊，到时候真解套他又不走，还接着炒。結果後面大家都知道了啊，他痛徹心扉啊，痛定思痛，把白酒股給割了，在1月份啊買了資源股。1月21日滬指4100點上方的時候，五糧液103元左右，這哥們啊底部割肉五糧液，4個賬戶合計虧損700萬，佔到個人家庭資產的25%，說願賭服輸，炒股生涯巨大滑鐵盧。這個戰績啊比我還厲害，賠了700萬嘛，這還沒到頭啊，這只是第一階段。1月26日這哥們啊買了紫金礦業、山東黃金、中金黃金還有黃金股的 ETF， 當然這回他學乖了啊，沒有全倉買入，而是買了200萬，然後再買了一些機器人、自動駕駛、半導體，就是科技股啊，重新來過。結局大家都知道了啊。1月28號貴金屬暴跌之前，他表示急死了，之前拿着酒是一天天跌的氣急敗壞，現在看大宗天天漲的怒火攻心，自己大倉位躺在老敦股裡求穩，拿着小倉位聊勝於無。1月29號貴金屬高點之際精準清倉離場，套現了50多萬。與此同時，白酒股集體暴漲，五糧液強勢漲停，如果他不清倉，單日就能回本350萬。他表示啊，從結果看我割肉是錯誤的，從過程看再來一次我只會割得更早，現在不追求對錯，只追求有效。1月30日抄底紫金等黄金股，僅紫金有400萬，而第二天醒來發現天塌了，黃金暴跌9.25%。对于此次抄底啊，感覺心靈受到重創，比割肉白酒股打擊還大。第二天他迎來了史無前例的風暴，白銀更是一度暴跌36%，跌到直接懷疑人生。說這哥們又慌神了啊，立馬又割肉出了一部分。結果周二啊，就是黃金股不是暴漲暴跌嗎？2月3號黃金白銀又暴力反彈，黃金最終漲6%，白銀漲8%。這回他又發現自己可能擱在地板上了。關鍵這哥們的媳婦啊，據說很厲害，他的妻子讓粉絲們直呼娶了個好媳婦，原因就是不僅幫他分析，而且在離職後為了家庭再度重返工作崗位，賢妻良母的感覺躍然紙上。據其表述啊，其妻子等他回本了再離職，一起去旅居，如果一直不回本，他就爭取再打工6-7年，攒錢填補虧空。不過好消息是，媳婦啊領了30萬的大禮包，而且新工資還漲了30%。實際上啊，這個就是很多散戶的心路歷程啊。我們再看啊，證券專家劉繼鵬，他關於這個量化的看法，還有這個但斌啊，就是他們對量化的看法。量化到底是不是價值投資？量化是不是投機？大家看視頻啊。另一方面，
量化是耐心資本嗎？誰敢站出來說量化是耐心資本啊？他1秒鐘交易頻繁的買賣賣出，对，这是鼓勵投機。量化的基本思路就是賺進市場波動的每一分錢。對，而且這個波動就是別人賠的錢被你賺走了，或者說你賺的錢就是別人賠的錢。沒錯，所以我們一定要尊重人性，他這個人性就是這個貪婪恐懼的啊，尤其是散戶投資者。所以當市場出現像今天這樣2個多點，今天下跌了 2.48%， 對，這在近期都是罕見的。沒錯，你出現了這麼大的下跌的時候，就難免市場的投資者會出現恐慌。對，而這個恐慌的拋售實際上就已經完成了割韭菜。對，對不對？就是這樣，就是這樣的嘛。所以這個事情呢，我覺得我們不能夠去簡單的說好像你只要長期投資然後就怎麼樣，这是不對的。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從2000年就開始培育所謂機構投資者，對吧？對當時周小川同志任中國證監會主席的時候，就不斷的在鼓勵這個機構投資者的成長，這是對的。但是走到今天了，我們看投資者結構變了嗎？是吧？其實中國的投資者他們的道德水準和業務能力到底怎麼樣？是不是值得信任？讓我散戶把錢都給你？沒錯，是這樣的，就是說，現在我們到今天看到的這個散戶投資者所佔的比例，跟當年沒有什麼太大區別。原因是為什麼啊？這裡邊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不能跟美國學。為什麼？因為美國老百姓沒儲蓄，中國是高儲蓄率國家，所以中國的金融，老百姓的這筆儲蓄，中國金融的根基，對，所有金融行為都是打這兒來的。特別是在今天我們站上4000點之後，必須把162萬億儲蓄的轉化要提上日程，如何讓大家信任這個市場？沒錯。為什麼這個轉化這麼慢，轉化率這麼低？所以就在於大家還不信任這個市場。關鍵是不信任你那個機構投資人，對吧？對你的公募基金到底是為你的利益負責，還是為我投資人負責？對，他們這種，比如說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咱們就說某某藍，這個基金給股民賠了300多個億。自己手續費拿33個億，這不就是制度培養出來的壞事嗎？人也得變壞啊！我們看到這種事兒的時候都欲哭無淚，真的。所以你今天說大盤暴跌之後重談制度的全面修復，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命題。量化交易未來會取代像您這樣的深度研究基本面的這種投資嗎？從過去3年的情況，百億私募面臨挑戰的時候，我們的業績其實是超越它的。今年它比我們好，前2年我們都是百億私募冠軍吧，就是我們下面全是量化。為什麼呢？在一個長期上股市是長期牛市，持有不動是賺的更多的。我個人認為呢，再好不過公司本身，這是價值投資的根本的邏輯。長期投資這些好公司，它是能夠穿越這樣一個變化，它理論上來說能夠提高更好的收益。我覺得戰勝量化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價值投資。當然你要說跟着量化一起一會兒買一會兒賣，那你就慘了。它是機器造一個模型，為什麼這2年業績好？跟熱點的這種特別適合了，根據成交量賣就完了。所以其實您說到價值投資跟量化是2條不同的路線。這個量化肯定不是價值投資啊，因為據我了解，他們這些量化這些私募基金，它不管是股市漲還是跌，他們都賺錢。他們賺錢跟指數漲跌沒關係，指數漲他們就賺得多一點，指數跌他們賺的少一點，反正就是賺，也就是割韭菜。指數跌呢，割韭菜難一點；指數漲，割韭菜容易一點。你看指數一漲，大量的小白新鮮韭菜衝進來，而這些新鮮韭菜那恰恰是对吧？这些量化基金的這個盤中餐呢，老韭菜你比如說指數一跌那這新韭菜都不進來，場內都是老韭菜，那老韭菜的一個都是对吧？營養不良，都已經被割慘了，死活不動，就是裝死臥倒。所以說你想割它也不容易，就像剛才那個哥們對吧？雪球上一個大 V， 這樣的人是最好的，每次都能精準的割在地板上，抄在頂部。最後我們再看看胡锡進老師這胡锡进老師最近是目光已經完全这個聚焦在日本的問題上，跟小日子幹上了這小日子什麼高市早苗贏了豪賭自民黨單獨一黨的2/3優勢，賦予了他巨大權力。關於日本發生了啥我也不關心我很少看。高市早苗要幹啥，這日本人又要幹啥，說又要修憲是吧，這麼一大堆的。我倒是更關心這個委內瑞拉胡锡進老師的老朋友，現在胡锡進老師不關心他了，不值得一提。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委內瑞拉他不反美了，反美的大旗他不舉了，就因為委內瑞拉現在日子啊好像走上正軌了，感覺有了盼頭，那這對胡錦老師來說這就沒了，失去了興趣啊。根據這個今日俄羅斯報道啊，說馬杜羅之子啊，在一個活動上啊，在圭亞那舉行的一場活動上說啊，馬杜羅自被捕後首次與他通話，什麼意思呢？委內瑞拉被捕總統馬杜羅的兒子尼古拉斯表示啊，自1月3日父親被美軍綁架以來，他首次與父親通了電話。尼古拉斯指出，我們第一次能夠和父親通話，我們告訴他要來參加這個活動，就是指這個圭亞那啊，參加一個活動，他向你們送上擁抱力量和永恆的感激，並要求我們繼續關注你們。我說這些話都是他的原話，就是他爸呀，馬杜羅的原話啊。他说我們是一家人，等我回來，我要擁抱親吻你們每一個人。什麼意思啊？馬杜羅的兒子对吧？你看看，你跟這個敘利亞的巴沙爾比一下，你從這兒就看出這個馬杜羅啊是去對了地方，他的下場不是最慘。你為什麼呢？他在美國对吧，還能給他兒子打電話，而他兒子在委内瑞拉還能到處蹦躂，一點都不受影響。馬杜羅還能給兒子打電話，說他還能回來，他還覺得自己還能回到委內瑞拉，還有信心。委內瑞拉的這些人啊，這個羅德里格斯是吧，代總統現在也不喊什麼迎回馬杜羅了，对吧？也沒說讓這美國啊趕緊交人。這一切啊，都說明委內瑞拉呀，它在越來越正常，對吧？在一個越來越這個叫法治或者叫文明的道路上啊，在接近。它沒有亂嘛，沒有軍閥混戰，沒有割據，沒有什麼內戰，一切都井然有條，只是少了一個馬杜羅。正印證了那句話，對吧？這個地球上少了誰，照樣運轉。委內瑞拉少了馬杜羅，不也正常嗎？好得很。委內瑞拉並沒有亡國，對吧？也更沒有亡種啊。所以胡錫進老師一看啊，這個委內瑞拉已經沒有了關注的價值，它居然不反美。也沒有血流成河，被美國干預之後啊，没有越來越差，確實啊，找不到什麼說到的地方。委內瑞拉人似乎還是井井有條，馬杜羅的兒子似乎好像也不是那麼特別恨美帝，對吧？我們啊，反而要多關注委內瑞拉。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